的心，也爱过你的人，爱过了日出，又爱过了星辰。你对我的爱一直那么真，我却不懂把握美丽的灵魂。错过你的心，也错过你的人，错过了温柔，又错过了信任。你对我的好一直那么真，我却不懂珍惜美好的缘分。今夜的街头只剩我一个人，徘徊在与你共度的余温，穿过大街小巷，越走心越冷，找不到你的踪影，心好疼。今夜的街灯只照我一个人，朦胧的细雨模糊眼神，让你离开是我错误的悔恨，连街灯都在笑我愚昧，笑我笨。的心，也爱过你的人，爱过了日出，又爱过了星辰。你对我的爱一直那么真，我却不懂把握美丽的灵魂。错过你的心，也错过你的人，错过了温柔，又错过了信任。你对我的好一直那么真，我却不懂珍惜美好的缘分。今夜的街头只剩我一个人，徘徊在与你共度的余温，穿过大街小巷，越走心越冷，找不到你的踪影，心好疼。今夜的街灯只照我一个人，朦胧的细雨模糊我眼神，让你离开是我错误的悔恨，连街灯都在笑我愚昧，笑我笨。今夜的街灯只照我一个人，朦胧的细雨模糊我眼神，让你离开是我错误的悔恨，连街灯都在笑我愚昧，笑我笨。欢迎来到咱的报道联播网，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吴淑敏。无唔对，免存台就是我哦。今仔日呢，我唔是歌手，今仔日我是主持人。好啦，要讲对待，知啦。知哦，因讲第六讲啊你。哇，一直讲一直讲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ingo 周伟杰，我今日做歌手啦，我嘛袂使伤侪意见，咱上别人的节目跟真侪意见，到盖都无机会啊哈。无啊，咱我嘛是爱较客气，因为今仔我嘛是当网也只有当6天，然后之后就换我要宣传，换我要来拜托你说，麻烦你搞多播送一下我的歌曲哦。不过咱今礼拜这个搭档哈，让大家觉得很轻松哈，我嘛干嘛真感谢呢？不会，不要这样说，我的荣幸啊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找谁，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找谁来当。不是，你有很多人选，但是我一定会选你。我说真的啊，那对我公博公盖写的人，我干嘛讲这种聊天的部分会有一点距离。然后呢，访问啊，你这次出专辑啊，你对专辑有什么想法啊？都给啊哈。那不然就是可能对话当中突然会有空音，就是顿呆太久，然后再想下一个这样子。没有梗又不好笑，又接不上哈。其实难免呐。偶尔你也会遇到这样的瓶颈吗？如果就是你现在很有这种主持经验了哈。没有，难免会遇到一些，譬如说有一些很另类的啊。那就我所谓另类，他一直在想尽量不要说出人名，好，我知道。你很烦，没有要说人名意思，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尤其是从 Bingo 你的这个主持经验，我可以学习到很多。例如讲，你可以把无聊的变很有趣。
而且你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会做足功课。然后可能面对比较冷静的歌手或者是厂商，但是你很会引导对方来回答你的问题。这个部分我倒觉得很得心应手，还不错。因为我干嘛讲你做足了功课，然后你也希望说帮助别人。我当时秋兄他也希望说有效果嘛，那歌手来宣传也歌，中美公我们都不功课，不听他的歌，不了解底下或者那边瞎掰。有些可能真的你没有办法，你就算你问对方，对方也答不上来。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啦。你就要想办法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从这个角度切不进的时候，你可能要从别的角度切，比如讲你大都一啊，那些受在他从他熟悉的，他可能就你会问到星座之类的吗？那就已经是没话了。那真的没话了。我懂了，我懂。好啦，那这张专辑你刚刚咱张有听到一首是华语歌曲嘛？这张专辑嘛，你给我看一个。我真的觉得你老少通吃。这一位妹妹呢，她叫吴欣培。然后呢，她在专辑里头，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因为你下这首歌啊，这歌名叫做前世的安娜达，今世的安娜达。什么叫今世的安娜达？咱拢知影讲爸爸的女儿咱拢会讲这女儿都是爸爸的前世情人，比老婆还要爱。对，就是这种心情。本来没有女儿之前都是爱老婆嘛对，有女儿之后就爱女儿，老婆不知道摆到第几位这样对所以我是安尼感觉啦，我感觉讲吴欣培是一个15岁的少女。你看你小女生怎么了？15岁你都我要圆梦不是帮人家圆梦对，讲到这个，我觉得你很棒因为帮这个妹妹圆梦。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妹妹她很喜欢唱歌。对，然后她是我们蔡依德老师蔡依德歌手老师的学生。其实咱真侪这个歌段的好朋友嘛咱会变成朋友，就是书名讲的缘分嘛。对我当下也这里学生呢，也我觉得心愿如果在可以出专辑的情况之下，而且我们这次还拍了 MV 嘛对，他蛮可爱的，他很可爱，很清纯。他在你的那个照片内页里面看起来，他的那个清纯很像那个全智贤就是那种干净的。对不对？美女派的，就是清纯，然后干干净净，然后有一种书卷气。咱那听到叶瓜现在更干净了，因为她就是还没有变身的一个小女生。第一还没有变身，然后第二呢，她对于唱歌是很她没有太多的历练，所以她的没有花腔，也没有太多用太多技巧，也没有太油腔滑调的东西在里头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们讲就是圆梦？我觉得你跟这个蔡董一德哥都是佛心来的。当然我们不方便说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不晓得能不能讲。但我觉得，如果说我们在别人的道路上，我们可以帮人家扶一下啦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帮忙一下，帮别人圆梦啊。我刚刚在讲后呢，有一种。好开心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开心。我知道那种感觉啦，就是最近有人在问讲，哎呀，人电台来电嘛，这个邵大伦啦对不对？然后出去做表演啦，有人问讲，边个那个邵大伦啦，大练啦，愈来愈红呢，有一天你啦，红过你变暖呢啦太好了啊！我希望他越红越好啊，因为这个人的问话有问题，他想要帮我们树敌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倒不觉得说，你知道吗？人生要共融，对，共融因为彩虹的美是七彩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发光发亮，而且这些点来对，像我们很希望他有很多的通告电视啊，越来越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MOMO也很会唱歌啊，对啊，没有，其实我懂，其实咱人就是爱无量啊，虽然讲，但而且我坦白讲，这也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因为不同层次、不同阶段，他的你说导演这么会唱一唱诶。也方式跟你也不同，你的路线是不一样，路数不一样，所以其实以这个伟杰哥的这个经历来讲，当然一定是抱持一个
对别人呐、像我对譬如大类晚辈，对你来讲是晚辈嘛，一定是互相扶持，然后看到他成长，也是你的成就感。没错，哎，对，苏敏说出我的成就感。我干嘛讲人就是安尼哈？就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，你怎么可能希望家人不好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希望他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你看刚开始来的时候，跨短链那个时候，好就是比较生嫩一点，对，生嫩一点啊，或者是比较憨厚一点，但是都看得到他的那个努力的那个干劲啊。对，还有那到现在，你看一副老屁股的样子不是啊，看到他现在非常纯熟，然后在表演有自信，然后在表演上面呢又非常的有把握，都觉得好开心哦。真的，对啊，这个短链对苏敏来说也算是晚辈了哈，以瓜短来讲，对吧哈？所以苏敏有时候也会跟他鼓励一下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。他很棒，对，而且你看要在这个同年龄的，大家要互相对于台语歌曲来努力，注入新生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真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来到第6天了，我们就来听那种爸爸跟女儿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还有金色安娜达哟，嘿啊，金色安娜达，咱来感受一下这种亲情的甜蜜。好，那这个礼拜我还是要谢谢苏敏哦，帮 Bingo 来代班访问我。哎呀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咱周伟杰这张专辑挂杯杯可以有很好的成绩，也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唔通袂记的，你一定要用您的行动来支持咱的专辑哦。咱今麦就来收听这首歌《金色安娜达》。谢谢苏敏，谢谢 Bingo。我的靠山，你是我的心肝，我的脾气缓缓，我细汉嘛同款，无忧无愁做眠梦，心情若袂轻松，有烦恼我来担。唱歌，我对你的歌声，一声一句是听痛。你是我情世安娜达，付出一切嘛心甘情愿。我要感谢你用心教我车。予我不惊失败，不惊寒。你是我情世安娜达，日日夜夜甲你相命命。我要感谢你爱我无条件，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。无惊，亲爱的爸爸，望你平安，望你在咱听，幸福快乐一世人。我的靠山，你是我的心肝，我的脾气缓缓，我细汉嘛同款，无忧无愁做眠梦。